来，这位投手陈碧清早起嘛登去伊大学的母校嘉义的南华大学来参加着校庆，大家是小郑甲翕相要爱伊的签名。伊讲这是伊第一届感受到遮尔侪人的祝福甲欢迎，伊真感恩。问这位菜鸟啊投手，未来是毋是会过来参加着经典赛？伊讲顺其自然。满面笑容，陈碧清欢喜的心情是藏袂调。行入校园，就袂少买将甲朋友要来找伊做伙翕相，还有人炸棒球要来互伊签名。路上就开始追，对啊，我们追他，想说那个看能不能遇到，然后刚好校长走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找他签名，还蛮开心，因为毕竟是才刚得到冠军的那个嘛，然后所以刚好有这机会可以回来拿个签名球也不错。代表台湾摕到世界棒球12强冠军的台湾队投手陈碧清，今仔日透早到母校嘉义南华大学参加校庆活动，正做焦点。心里其实是很感动，因为也是第一次遇到，就是让大家这样子那么热情的去接机我们，然后还有游行，然后看到很多球迷朋友，是内心充满了感激啦。为拜一登来台湾到呾，各界拢予伊满满的祝福。陈碧清是真惊喜，因为伊是这棒菜鸟啊，入选12强台湾队，想袂到摕到冠军。我该好奇未来敢有机会代表台湾出战经典赛？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是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己该需要练的东西练好，然后就是先把自己准备好，我很幸福，是一个幸福的小孩，然后对大家就是帮助我很多，然后也很照顾我。父亲跟我们全队的棒球队球员分享了他当时在校内怎么样克服低潮，怎么样念学业的历程。磨练这年伫咧球场有上球的表现，今麦陈碧清讲，希望会当互身体好好休困，陪伴厝内人，了后搁到球场练球，为后届的表现做好准备。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